台中捷运发生随机杀人的事件，各县市的捷运即马拢加强巡逻。样伫10年前的昨昏，台北市嘛发生第一个杀人事件。面对这款汹来的攻击，警方是建议除了爱冷静，嘛爱赶紧通报。万不至去拄着会当透过随身载的物件，亲像是雨伞，也是牌仔和对方有开距离。警方伫各车厢详细巡查，高雄捷运维安搁再升级。而这么谨慎，是因为台中的捷运搁发生随机杀人案，各县市大众运输拢唔敢无注意。本队已增加各捷运轻轨站体巡守密度、巡逻警网数，由每日25网次增加50网次。细字搁再细字，就惊模仿效应。高雄警方增加捷运甲轻铁的巡逻次数，同警方嘛透过监视器即时监看。各县市捷运警察队拢伫站内提高见警率。啊，毋过这个案件难免互外界去想到10年前5月2日，台北捷运嘛发生电捷随机杀人案，迄个时阵造成4个人死亡，24个受伤。台北捷运过去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啊，所以我们在平时的训练方面都有加强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全面的警戒。伫电捷案了后，这种压倒犯罪事件伫台中运输也不时上演。大家好讲吧。甲乘客小客楼爬一个上去，都伫台北捷运站内倒啊夹出来人。2年外前，也有查甫人因为冤家，伫台北捷运车厢提家刀想要作案。敢若台北捷运道路上发生15件，代替原来发生铁路警察李成汉处理保镖问题，互人夹刀啊致死死亡。即届佫发生杀人事件，也互公共运输车厢的安全机制引起讨论。每日都有编排这个超过80班次的这个随车的这个巡逻勤务，然后还有针对这个重点的站体编列这个相关的守望的勤务，来防止此类的事情发生。台北捷运表示，伫电捷案了后，包括暂体配置至少一个保全、强化通报系统、车厢对讲机会当甲司机员以及现况中心建立3方通话机制等。不过民众伫列车行驶的时阵，伫车厢红麻麻的空间，拄到危险物品攻击，要安怎自保呢？你这样的去打，然后它会从这边断掉。我说你打的时候是拿后面用这边去攻击。伫代志发生的时阵，警方提醒保持冷静，佮通报，会当走就走，万一无法度闪，身躯的随身物品用来做防护工具，包括雨伞、雨伞尾、外套的落地啊，放重的物件走动，尽量甲对方离较远，保护家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